理工大學深空探測研究中心工程師林浩一認為，有港人參與航天任務，可帶動相關熱潮，令更多人認識航天科技。航天員上咗去太空咧，都會有呢個叫天地對接啊，係咪？佢哋會有太空人咧，就會同喺地球上面嘅學生喺年青人咧，就會做一啲對話或者去啲授課。咁今次咧特別係有香港人做咗航天員啦，咁我相信會本地學生啦就會反應會非常熱烈嘅，因為有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係可能用翻普通廣東話，用翻廣東話去同佢對佢溝通，去人哋授課，咁親切啲啦嚇。咁對於市民嚟講，咁其實一個香港人做咗航天員，咁亦都可以俾佢哋知道，其實咧香港人香港人上太空其實唔係好困難嘅，亦都唔係一個好離地嘅事。喺香港航天科技發展方面，林浩一認為政府喺航天工程上需要更多整合，因為工程可以帶動香港整體經濟，牽涉工種包括機械、軟件、控制、生產等等。並且希望將來出現由政府牽頭嘅上級單位，聚焦工程人才，做尖端航天科技研發，幫助香港經濟發展同挽留工程人才。